没这些爹没呗，就是全程跟我交流，就是很有防备心。但是他那个脸，我那会儿我做那咸蛋他炸他说最没写对子嘛，我那会儿我做三看落真的了，我那会儿这整个的，你最没写对子嘛，你吃的，你吃的。你吃的，你的，哪个你吃的，你忙不闲的用嘛呗？没得干子去嘛，但没你吃的的，别的过来给些对子嘛，不说啥闲的钱是么？那不算不是？那不算不是？但我那会儿没懂，当然你给这个他们吃对嘛嘞，没懂得我的，我就看不见这桌，那个干嘞，看不见就吃，我得了吧？我说不出去第一次学嘛，第一次学嘛的你。当然没得给些对子嘛，我嘛的你没你吃得过。真的吗？什么？这别的话吗？真的吗？我没给些没呗？怎么可能能没？你没嘛这些对子？没有啊，不说他真的是的，对啊，就是没了呀，就是没了呀，你得了吧？怎么没的了呗？这啥？这我不知道，他们说的是从一个地方转到一个地方，所以就是中间好像就是转不过去吧，然后就是放在中间了，然后就是没有那个户籍所在地，就是没有啊，是啊。哇哦 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！我那俺 surprise 先拿或者没呗。我啊，混住，你俩啥事嘞？卡巴起的是嘞，卡巴起的是。赶紧挂。卡巴起的店了，啥嘛的，第一次去过，我查过线了没呗？你知道你了吗？短这下。哦呀，打问的是的，不能让他说脏话吗？是他，你那边，哎呀，大家爱出上你个中年们多，你没那事呗，你那大，你那边，你得那边，不该写到那边，扎西得了是啊，我都没有不该我的哩，打。当下楼了，到底就不来呀？就是长不了，结果你嘴里你么，听么你不吐嘴，没有当不得扎西得了那边没有你。你得来对什么？他起来啊，起来拍拍呢，是吧？起来引导面，起来那个嘛的啊，帮他说是短的嘛呗。一嘛现在没人，当不得一起都没人帮他铁证如山去点的一起是嘛啥？看的意思呢？没有其他什么多哎，没有其他拍不他找或者干什么多。但我你们古短的嘞，古短是他听你吐不啦，听你不得的。你我做地水的带厕所的就带不得呀，这去了带生这多给这盘家说的没，我得干了去了那些带的没，就是嘛养的，多草些那去了来给些带没呗，我这些带不得。你也摸着了吧？当我做给起来这个些带有的，摸我的多把土不咸啊或者没呗？我一拿车在那么他赔钱吧？车那些那会儿清明白，但没得我那让多带在开拍马下是那玻璃的嘞，让人多安逸思，就是心里有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那种羞耻感和恐惧感，就是你不想再跟他聊了，就是再聊下去就特别尴尬了，嘛呗，有嘛打我考完你得的，然后说得不得，得差不多有嘛呗。没有数了讲，但我做这些，恐怕也不对，给这长不些没有数呢，成本这看不住，成本也看不住。你刚刚做吃进去但是多个吧，但你们这个吃进去也属于那看戏，还或者看不住的了，光大点嘛来嘛呗，光大点嘛来不了，忙做但吃了得不啦？没有数的你也得吧？看住，吃不的还可能有呗，菜市场那了，我那或者四川给这没呗，看了过来。菜做年个米吃么这没呗？菜煮我买的他的拍是做年个拍些水个米吃么是没呗？拍是做年个这没呗？我那块的绵阳是啥嘞？四川绵阳没呗？我的绵阳市是呢这个干么摸这没呗？罗钱不这，罗钱不是但是摸样么的，罗西中之前叫这个腥味个米吃么是没呗？的腥味，然后再加上那种大蒜头的，给米吃么没呗？的我那吃么的给米干么学嘛的？你我那的加死了土吧？我那块儿工作，我那他的年还没吃么没呗？我的哩，我那年还年肉没呗？是有，吃么我的哩？其实俺有嘛呗？没事俺吃么的卡住，给米吃么？我那给米吃么是没呗？但吃么的有嘛呗？我这葱姜蒜切是吧？中吃么的，锅白吃么的，俺的那蟹吃么说什么呗？给米吃么起，没有孙子卡去。
孔祖，第一天的七个龙吧，落去了那年前的这么多了，看的是俺七个龙吧，我那或者华人华侨这些那土种啊，孔祖说这么打个人都打个人。我那就是刻在基因里面那种味道，但我的弟弟吃的下，弟弟要嘛呗，弟弟吃了，七个没的是主要的什么的，我的弟弟吃的下，工作这么的要嘛嘞，可知嘛大，可知大，那知大，是不知大，公知大，成果我这么的，俺们叫那吃了，那咱们这边吃了，什么地吃嘛大，地吃么对不对？我那块儿苏不追那来吃么看什么呗？我吃么差不着，他当俺听不懂啊，这边啊吃么差了俺注意思，人家吃么嘛大。吃么嘛大，吃么这么多哎，当俺乐块心这么多，这些要这么弄呢，吃么嘛还样子？然后媒体当我那社交距离第一次点呢，特别是俺在开发所第一次点呢，吃么坑嘛的？但媒体当你们都睡了，都加减的，俺给写的什么开朗白吃么的，这些哪个平均是苦就等着了，是不吃么的给怕准这是这个没？我对什么可以？从多体会讲，工作成都的士电预备，的士对什么？他第三个地这什么？的士上就是老司机，这个的士灯没呗，就是老年司机，不是那种老司机。我这个的士灯没，的士对什么？的士那吃么起坑没呗？工作，我的不是提箱是提错。从外面进他们的房间最明显，阿家土著，你太懂了。我那会儿，我那第二嘛呗，我那会儿现在懂俺第三，俺的第二住我嘛呗，看来但可能最起来的人啊，粉底液的，你看来睫毛膏的，香水的，这个俺给没咋来给俺种的，俺给没拿给俺种的，俺给没拿嘴巴，我那就是迎面而来的那个味道。俺的狗啊，我当俺谈对我嘛呗，但别讲年生有他们听没着吧？听不着吧？但你俺要嘛嘞，看不定那呀，绝对要嘛嘞。他的客厅看不什么多，客厅过什么多，我在那罗呀，绝对是嘛嘛嘞，给没什么活闲那的。但俺那年俺那绝不啦，我那会儿拍吃嘛。哦，这俺很闲那会儿生没办工作，但没有睡了这么地多。我当年点给么家子家伙拍不大，找俺么子么多上去。但地广大的俺给其他小么的俺拿罗，地广大的工作俺拿罗差不大，那最我最给其长不罗写差不大，写差不大俺拿罗嘛的拿罗地广大的你会儿感觉控不住。俺我那看人是呢，看是他只得把我当成那种傻逼。我那会儿傻，拿罗比起没呗，我的。没我的，俺地广大的，但绝对叫不住你个屌人啊！我那叫不住别个说这块的这你估计得说呢，俺你块感觉控不住，感觉就受不了一点。广大小白去干不到米包子当地嘛弄的，看得钱的什么处？我看得钱的什么处？我呢，可是我最美丽的要嘛嘞，看来要嘛的家米了，但我那会儿。家米那着，但我弄不起没米着，看得米呢，我嘛呗，俺家米多的是没得的，但起来弄不起没看得么看得了呢，俺家的开啥么多，但起来年名的去，俺米了我等对不啦，俺弄些那了就，你没呗，弄拉住没呗，给的呢，看的是呐，莫可惜啊，我是明不了钱，谈不得这赚不起，那有点尴尬啊，有点尴尬，就是被戳穿了啊，中国对不吧？那我等于说俺没得么给前面他那个气势太强了，我不想跟他说，有么的。有么大感觉，我说不清楚进不去嘛嘞？那我哪里真没呗？工作我那给这长故事，听他做，你给这陪伴到了哪里有嘛的生没的？哪里有嘛的生没的？对了，有嘛哪里有哪里有嘛的说嘛？生没的对了，工作我最陪伴哪了？是的，我最陪伴哪了？我不可能那啥，那我来不来是对要嘛呗？但哪里有嘞？哪里的有山根？有山根什么的，山根是来的名了，有鼻梁，人家今天嘛哪里成就？但忙不些哪有人家通牛鱼，今天通牛鱼，但没那个地方嘛呗，没那个的肯定一面提，就是鼻梁很大，今天或者白嘛提高的钱，珠子鼻啥的看啥，那个就是的看啥的名看啥，鼻孔朝外。我那钱，那个那钱，没那个多子学的地干的，多子钱，今天干子有嘛，今天白嘛挺高什么呗？没我这那个，但听这鼻子有这种长得漂亮那样呗，看最几头牛那啊，没几个的，你说那没几个几其他干几起，漂亮。那个哪里的生没的，哪里的，他给上不小广大的都不是生没的嘞，但他也是那种搞笑玩搞笑那种跟米青年对吧？看啥么那名看啥，最后的看啥？最后的申请看啥？看的最后的申请怎么了？我的，长大，我的，没然那个，但我没然那个说这个忙不起来，图女，但你拍不着，
我的钱，但莫然哪里的了呀？今年月大，他多半的嘛，你钱就是，你嘛我同学语，我那同学语，但是多的是没得的嘞，但有这种长相的人。是吧？今天月嘛，今天或白嘛，就是没凹陷成就挺壮着，朝天比我的，那个多的没样的是多年前那会儿打蒙多，没把我嘛的因素把最那里面，我那或做诈骗或者人生没呗。但我做碰不着吧，我做下苦吧，推荐给把它打明目呢，家己开把药的，家开把药的，你看来，但开把吃了药没？开些药嘛的，开把咸那或者开些开把底什么说嘛的，是吧？但没有我那或者俺开始是俺没你我因素把它通去，就是氛围感或者咸，那或者没不要控制。阿莫二十多生但没多年纪没多，把那没多年纪没通给，对了，阿莫苏古这个人个几个人，刚个这个别人个几人，多这个别穷个几人，阿莫那个大这个从多大差不多精致差不钱那多，我那的下，就是我不吃他的那个照片那个颜，但我觉得这个人长得不丑。哎，你当时通不吧？我那可能那么大生，我那可能俺打的没记住生没呗，就是俺的推给把单着忙不得过啦，这叔叔把他来说了吧，就是我也会 P 图嘛呗，没上 P 图讲，这个很正常，因为他没有叔叔毕竟没马扎起图没别落那去，对 ，of course， 然后把他单着说图的，但没错我那没图没呗。其实你就真的活在社交软件里面，你正常生活里面你不是碰别人吗？没图没呗，但没我这没错不起了我单图对子嘛，那俺他算什么啊？嘛呗，俺我的是地光他的，你们估计俺我那岂不嫌那会生没呗？我那没啥东啊生没呗，俺我那没有帮助那生这不行那等你中没呗？可是呢，就是我是已经以很认真的一个态度，就不只是认真，就是有点凶，然后就是有点认真，就是我不会针对他这个人，但是我针对他这个事情，我很较真的就跟他在那边说，就说啊，给我看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的户口怎么没了？那你会不会说藏语？就是黏膜较真些拿起我的，黏膜较真些拿起我的，但他还是这没呗？是呀。那我就是呀，那我本来就是呀，是没办法，俺弄闲那可能没，他地光他的我那会，但黏膜太多点点在黏膜开了俺就长不闲那生过的，对嘞，没写过嘛的，俺弄闲那啷着这，我那会儿今天蹦那声，蹦出那声，这会儿闲那等你出门，俺地光他的我的是什么他就你会儿赶紧哭不冲做，赶紧哭不做，俺弄过钱那能没打，俺我那会儿没你们的弄不起就怕落年的，咱们荷兰人用过的，荷兰怕落年的话，俺我那地光他的俺去送不起不是把来不让俺弄个，去送不起俺你会儿没顾见你，我那会儿没拿钱，没拿钱没推怎么你如果拿的我啦，如果拿钱。我东差不多没呀拉，会儿单着没年没就清没办，俺我那我就幸亏我的懒惰拯救了我。我那会儿信不信啊？第二年大学下面信不信？我那会儿也懒着主要是没呗。现这年在那年对对，上面现在后面没写了，上面打了懒着住嘛吧。我那会儿这上面没蹦出那举件，这会儿上灯没呗？没啥东啊生没呗？我那会儿看起来开了年名 Q 哦，我那年没没开了没嘛，但年没老多那地个来个，没可在西不嘞？皮啥对起的，没开了没可在西没还贵呗？开了特别是名字开来起个龙吧，没什么个单的，假不说是的，开了我感觉西也没呗，开了干不起，这样的，开了可难做，我做完那这样的，干不干那去？谈个吃些呢，特别这数量干不起呢，今年特别给不起呢，干不一年这忙不起那样的。同样吧，但矿最远嘛的，他漂亮多老主你就是这年这老西藏民这没呗，矿最漂亮了，那俺三家伙干起没？然后用着那对不对？然后给预算公司的真正钱都没去，开始啥点好嘛的，是吧？人嘛的，这一那，然后漂亮了，那俺去干么多？他看见么子嘛，看见嘛，那边会干起用嘛的，那都包小啥做地干了。我那弄过钱那能没？我那会儿开了买几嘛的，开了6、8千年，开了我那会儿是3生没呗？我是你会儿钱拿出，他的光等俺你会儿干起去哭不住。越现在我都上不登嘛呗，第一上不科学怎么弄忙拦住没呗？你们顾不清没呗？就是越想越气。而且这一颗骨子里面的信仰定的上，我的确我那弄个新工作你们也不晓得嘛的，你们讲我那我最喜欢睡觉了，我那会儿你们也不晓得，第你们的我就去了钱这钱嘛的，看不起那钱这钱嘛的，你哭的，说个去对干不多米或者脖子当件这些老没呗哪里啊？你这个我这些拿去，你弄些那会弄没呗？因素上你也没有因素上去做了，感觉心不多，所以看不清楚那钱，我那会儿。啥没有因素上吃小的藏族，
Tibetan，假版 Tibetan 买8个，对啊，你懂，一起看出啥口读名。玉珍，你做上嘟噜的 link and pick up a right time。OK。你挂米那个生意出最，Oh shit bro， 生意出最古的干么你说普拉提，古的干么你说普拉提。是，那米那个啊，底下你印双掉，对啊。明俩第三，明俩一起看出啥？可读 YISH 去，一起看出搜大挂，你说，就最截屏时间。没专门这啥不懂？是，一，是。